一、逃離與擴散，推測當時不止所多瑪與俄摩拉，還有其他城鎮也在進行人類與動物基因融合的實驗。這些隱秘的研究據點可能遍布整個文明邊緣。一場類似所多瑪的災難中，不僅是羅德一家，許多被製造出來的半人半獸生物也逃離了原地，散落到世界各地。二、記載與觀察，他們的蹤跡被古人觀察並記錄下來，成為了《山海經》中異獸的藍本。三、滅絕的原因，因為他們是第一代人造生物，存在生殖隔離，無法與自然物種繁衍後代，導致在歷史長河中迅速滅絕。為什麼無法延續下一代？基於現代生物學的推論，假設這些異獸是某個史前高等文明或未知自然力量通過基因工程創造的，那麼它們的生殖困境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釋：一、生殖隔離。在生物學上，不同物種之間存在生殖隔離，這些人造生物可能染色體數目不同，例如馬64條染色體和驢62條染色體可以交配生出驢子，但驢子的染色體無法正常配對，導致不育。基因序列不匹配，即使外形相似，它們的 DNA 與任何自然物種的差異都太大，精子與卵子無法識別結合，或者結合後無法正常發育。二、基因設計缺陷，沒有生育藍圖。創造它們的造物主可能只賦予了它們基本的生存能力，但沒有在它們的基因中寫入可遺傳的生殖能力。實驗室產物，就像現代的許多基因編輯實驗，目標是創造出具有特定功能的個體，例如勞動、守衛、觀賞，而從未考慮讓它們建立一個可持續繁衍的種群。它們的生殖系統可能是不完整的或存在致命缺陷。三、數量過少與亞來效應。當一個種群的數量低於某個臨界值時，會陷入惡性循環，最終滅絕，這被稱為亞來效應。難以尋找配偶，這些異獸本身數量就少，又散落在廣袤的地球上，找到一個同類已是極其困難，更不用說找到一個健康、可生育且性別相反的配偶。近親繁殖，即使小群體內成功繁殖幾代，也必然會陷入近親繁殖，導致遺傳多樣性急劇下降，後代出現各種疾病和生育能力低下的問題，加速滅亡。四、生態位缺失與競爭劣勢。這些生物可能是為了特定環境，如實驗室某個封閉的生態圈而設計的，不適應自然環境。當它們被拋入真實的大自然，可能在食物來源、氣候適應、天敵防禦等方面都存在劣勢。競爭不過本地物種，在與經過千百萬年自然選擇、完美適應環境的本土物種競爭時，它們會迅速被淘汰。大家好，我是梁麥科，又名火影先生。失落的神話